下熱到瞓晒喺度。吹咗風啊，把你可以。Yeah， 立先，好熱啊！今日30幾度，人都癲。夏日，我真係就嚟用啦！我哋嚟睇下今日嘅導演，個導演喺度玩緊龜。今日真係好，哎呀好得意啊！好生猛嘅。今日啲主角啊，其實佢哋先係明咯，我只係配角嚟嘅啫，路人甲乙丙。咁你當自己係？唔係啊，其實係呢堆草，呢堆草先係主角。好，攝影師哥哥。